他们不会知道的。不太确定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提示，你们家有养的。我写错了。总共有2个字啊。那第二个字是什么？第二个是我的姓氏，不能写我那个姓氏。什么啦？那个字怎么写的？做爸爸还要带着他们来一起作弊才行。那你写模糊呢？我写一样。苗栗，那第2是一定是苗。哦，对耶。写下任何一个跟苗栗有关系的观光特色，都可以特色。安怎么累积都这样。大家会不会以为是定格？你看胡善多没默契。我只写比较现代人特叫色。现代人，你这太考验这个古代人做了。猫里喵，请问它是用什么的动物形象来设计的？我知道，而且快绝种。你现在知道主持节目有这么容易吗？你的提示都好难懂啊！石虎，是哇，石虎是苗栗的特有种，台湾的国宝啊，开什么玩笑？刚刚这个是石头，这是石头。我们要培养默契啊，不然这个旅行社要关了。